Hello，馬來西亞嘅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係 Aaron 郭富城。我同我嘅製作團隊咧，好快就會嚟到馬來西亞咧，同大家見面㗎啦。由雲頂世界歡慶50週年榮譽呈獻郭富城武林盛宴世界巡迴演唱會2015馬來西亞站，將會喺4月10號同埋11號一連2晚喺雲頂雲星劇場隆重引爆。如果大家想同我一齊感受我嘅舞台動力，所以要快啲去以下呢一個網址或者打電話嚟了解詳情啦。約定大家4月10號、11號同大家一齊熱爆馬來西亞雲頂雲星劇場。